路有千万条，或蜿蜒，或笔直。在新农村的建设中，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，脱贫有希望啊！太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希望路。爬了3座大山，铺好了一根水管，这是我们的甘甜路。工人辛苦了几个月，村里终于通电了。这是我们的光明路。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，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。这是我们的致富路。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。脱贫攻坚，幸福在路上。